邱陈奕迅经过12年了，搁重回高雄唱歌，毋但伫舞台顶唱歌，搁去踅街，伫前金区一间饮料店买一杯珍珠奶茶了，搁伫顶下翕相，这个相片呢传上网络了，互这间店水蹭起来。目睭添加大蕊，哪属珍珠奶茶？歌手陈奕迅毋但伫高雄啉饮料。 各地顶下翕相，身躯平调下，目睭看头前，相片抛去伫网络顶了后，那吸引着14万人起赞，阁有2000多条留言，即卖得连店家外口，也出现着买酒买酱专门来行打，模仿伊的动作翕相登卡。有看到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这个？对啊，非常的开心啊！对啊，欢迎他常来高雄这边玩啊。我是看。别人分享的，刚刚还有人在那边拍啊。歌手陈奕迅加12档，搁来高雄开演唱会，前几天啊来到前金区买凉水，搁翕相做纪念。更加伫社群党体电管社讲，徛规半晡拢无人来催我，有够悠哉。伊的买将看到文章，拢走来，互这间店水蹭起来。他们都说要同款的，要不然就是直接讲那一款奶茶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买。 后面发现说有人来说他要买同款，才发现哦，原来红起来了。一张徛伫顶下卡翕相的相片，煞只做卖将登开新地点，可见歌星的比例，有影是请甲抓袂掉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